舒夫人怎么还没到啊？回娘娘，我家夫人病得实在厉害，起不了身了。王上，这身体不舒服，就别勉强她了。一会儿传太医去给她看看。是。皇上，吉时到了，开始吧。吉时到，寒衣节宴席开始，奏乐。好啊！不错。好。大王，太渊寒衣节焚衣舞剑祭祖，缺一不可。今日王庭盛宴，来的人的确不少。不知大王有没有请几位剑师入宫啊？哎，要什么剑师啊？皇上，臣听闻前些日子夫人们学了些本事，不知今日可否一饱眼福啊？此事啊，平时都是由国公在操持的，这还得问问国公啊！啊，王上，臣不懂这种风雅之事，臣只知道替王上分忧。国公这……王上，讲。妾身近日习得一套新的剑法，倒也算得上别致，愿为大王助兴。哟，好啊！但是，此剑法非同寻常，还需下人们稍作准备。准。去办吧。是。王上，此套剑法拜赐于一位隐士，虽然算不上什么名门功法，但是它妙就妙在有着12面水灵镜助阵。这水灵镜是太渊的宝贝，它能照出镜中人这辈子所有的样子。剑起之时，虽是一人舞动，但是在寒光相衬下，却似千万人。可是别有一番韵味呢。难为你能找来这样的宝贝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大开眼界。是，王上。王上，臣敬王上一杯。来，喝。曹公公，我瞧着这每个餐桌上的餐具颜色各不一样，是有什么讲究吗？当然有讲究了。咱们宫里的各位娘娘按照级别高低都有不同的礼制规则。您瞧瞧，您是贵夫人，
在诸位娘娘中最为雍容贵重，所以呢，您的餐具都是红色的。这贤夫人呢，她是郡王府出身，所以就用了他们习惯的蓝色。舒夫人用的是粉色，德夫人用的是白色。每个夫人呢，都因身份不同，配以不同的颜色。花儿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家小姐刚刚在这掉了一副耳环？没看见。姐姐，完了完了，这下我家小姐一定会打死我的。姐姐，你能不能帮我一起找一下？就在这儿，就丢在这儿了。可是我还要送酒啊。你看，你可怜可怜我，要是找不到我家小姐，就会打死我的。你就帮我去那边找找，我在这儿找。要是找不到，这金叶子就当是感谢姐姐了。好吧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能去哪儿呢？耳环能去哪儿呢？找不到我家主子真的呀！我的耳环呢？耳环到底丢在哪儿了？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哎，找到了，姐姐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在这儿呢。那太好了。谢谢姐姐，我也没帮你什么忙。姐姐，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姐姐，前面催得紧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嗯。对不起，舒夫人。做什么这般毛毛躁躁的？啊，对不起，舒夫人，还请舒夫人不要怪罪。没事了，起来吧。是。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回来呀？我问你话呢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回来？我问你话呢。我不想回答，我要回家。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我早该疯了。皇上，妾身献丑了。去吧。妹妹且慢。皇上，今日是寒衣节，寒衣节有追思先贤之情，更有忠君爱国之意。臣妾身无长处，唯有敬皇上一杯酒，聊表心意。柔儿说得好。不如今日，我们君臣
就共饮这杯酒。敬皇上。臣妾赴宴来迟，还请王上恕罪。哟，不是说舒夫人生病了吗？怎么还强撑着过来呀？原本的确是病得厉害，但不知怎么的，突然就好了起来。想必一定是因为寒衣节盛世，各方神明庇佑。还有王上、各位夫人以及各位大人诚心祈愿，臣妾侥幸沾染了一些福气，还希望没有扫了王上兴致。舒夫人，吉人天相，本王很是欣慰。入座吧。瞧这王上的样子，像是对这舒夫人格外的上心啊。那是自然了，舒夫人可是国公收下的义女，王上当然高看一眼。不是说最得王上宠幸的是贵夫人吗？还赏了那么些东西，这怎么……如今这昭宴宫里的夫人便都到齐了，有妹妹的舞剑助兴，便更加圆满了。那就有劳贤夫人了。是啊。保护王上！王上！皇上受惊了！放开我！皇上！放开我！你们！皇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皇上，来人，把行刺王上的贤夫人先给我押起来！你敢？高松，现朝王上赐去你就在身旁，却不护驾，你是何居心？贤夫人出此意外，拿下再审，这是常理。你竟然不顾君臣伦理，竟敢当面呵斥，你又是何居心？皇上，
我高宗一向是对王上忠心耿耿啊。若儿的剑舞砸了，那是他学艺不精；但你要说他行刺王上，那是血口喷人。两位不必再争了。哼，我看此事不见得与贤夫人有关。臣妾今日颜面丢尽，让我死了算了吧。那个，快点收拾一下，快把贤夫人带下去，快！小姐。王上，此事有诈呀！王爷，此话怎讲？就算若儿学艺不精，也不会狼狈至此啊！这分明是有人陷害于他呀！哦，酒，方才喝的那个酒，王上，那酒里定有蹊跷啊！验。是。啊！皇上，确实有问题啊！啊！谁？是谁要害我家的女儿？天子在上，百官看着，竟然有人敢在寒衣节的晚宴上出手伤人，这是要反了天了！皇上，王爷，息怒吧。等出了结果之后再下定论。兴许这里边还有别的蹊跷啊！皇上，肯定是他下的药，就是他，肯定是你。妹妹，你一定是误会了，若儿怎么可能会给你下药呢？王上，请王上明鉴。你为什么说是蓉儿呢？若儿，你大胆说来无妨。就在刚才，我已经询问过今日释放的宫女了。阿秀说了，就在我先舞之前，她的贴身丫鬟去找什么耳环，还用金叶子贿赂她，一定是趁她不注意的时候，往酒里下了药。